1994年，歐海明喺而立之年獲得梅花獎之後，壓力亦都隨之而嚟。喺壓力同彷徨之下，佢依然不斷尋找下一個角色。終於喺著名編劇陳志強先生嘅幫助下，佢獲獎之後嘅第一個作品《一把傳中劍》出爐啦。攞到梅花獎之後，會唔會對自己嘅要求又高咗呢？就會覺得，我唔可以淨喺現階段再去提高自己，我應該去其他領域嗰度再深造、再提高。有攞咗梅花獎之後，壓力好大，就係你首先考慮嘅係所有人，包括老師、包括朋友、包括熟悉你嘅人，對你嘅要求都唔同，對你嘅期待值又唔同啦。對啦，咁你點樣緊張都好，你必須要出作品。係呢個就係你必須要做。大家可能會用一種審視嘅眼光，即係之前你幾紅冇所謂，大家知道你係紅，但係已經攞咗一個國家級嘅獎項，而且係戲劇界最高獎項、最高榮譽，你應該俾到啲咩大家睇？係啦，所以我有痛苦嗰段時間，我哎呀咁講搞乜嘢戲，我一直好痛苦，因為壓力大啊嘛。你以後你排啲咩戲，人哋出嚟睇啊，呢個係乜攞個咩獎嘛？咁你無形中係有呢方面嘅壓力嘅。梅花獎之後，排嘅第一個戲係咩戲呢？好似就係《傳中劍》話。一把傳中劍，當時嗰個劇本呢，就係陳志強老師二叔寫嘅，咁唱腔呢，就係 B 哥陳小漢老師係參與去創作嘅。其實一把傳中劍之前嘅丁大哥已經做啦，但係阿二叔專門揾我傾過，佢要開呢個戲俾我。佢話你做啦，啱你做啊 ，OK 噶啦，咁你做呢個戲唔責揾我啦，咁嗰種感覺。唔責揾就改咗下，所以同省院嗰個本子有少少唔同啊，特別係前面嗰段嚇。咁之前呢，佢講過傾戲陳二松話好玩啫。佢之前睇我就係做盧成寫書一個片段，初時都唔關注我啊。咁後嚟嗰度排完咗落嚟，掹埋我，靚仔，靚仔，阿叔自己個戲俾你，包你紮嘅，抵錫咁。因為佢見我成日喺度練啊嘛。後嚟先寫嗰個傳中劍嚟。所以話咧，係今次始終都會發光嘅，再加上你咁勤力咧，阿二叔一睇實掂啊！其實佢應該有一種咧，就係惺惺相惜嘅感覺。我嘅好劇本可以揾到個啱嘅人去做，佢都好開心嘅。係咪啊？我係佢講過呢句説話，因為我呢個傳中劍係我都幾投入去排呢個戲，同阿吳寶志老師一齊去排，仲有音樂啊咁我。點解要加啲咩技巧落去？都喺度諗咗好多。係啦，咁有睇過斬經堂呢一場戲嘅人都知道咧，有一個非常之高難度嘅就係大靠高靴後趴虎啊嚇，即係都有一定難度嘅。如果你係你自己要求加入去嘅。有我要求啦，有我要求。主要係咁，因為你自己心愛嘅老婆自殺啦，咁本嚟好愛嘅黃蘭英啊嘛，咁。你見到佢自殺咗，咁應該有個咩強烈嘅技巧，更能夠反映吳漢當時嗰種咁嘅情景咧？咁你着紮住扣，你冇理由冇一啲東西唔得噶咁。當然可以有好多方面去處理嘅。